来继续来看台北士林的美伦街一间美容工作室，日前接到一个男顾客来做面，面做好3600块，要结束的时阵，伊位卡邦仔底摕出来的毋是钱，是一支刀。伊来威胁着美容师，叫伊甲钱摕出来。美容师是惊甲大声喝休，嫌犯佫甲伊的喙捂起来，叫伊点点。美容师竟啊配合，找皮包要摕钱予伊，然后才趁机会走离开现场。目前这个嫌犯也被找到，警方等全力来抓人。白衫的查甫人为卡棒内底摕物件，原本抓准要拿钱，想袂到是摕武器，甲查某人的颔棍堵掉咧，一手甲狗咧大声威胁，甲钱摕出来。美容师惊甲叽叽叫，出来甲人杀走。不过嫌犯唔肯罢休，搁甲喙按掉咧，爱伊点点。查某人敢若会当假做要找卡棒摕钱，趁机会来逃走。目睭金金看无法度得手，查甫人嘛卡棒摕咧就要走。过无偌久，员警就赶到现场处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警方甲美容师安踏，代志就发生伫咧1月31号下晡3点外，台北市士林区的美容工作室。这个查甫人选价值3600的做面课程，毋若无拿钱，搁起骹动手要抢。其实伊早就伫咧2020年来过，当时正正常体验价1500嘛有拿，想袂到即届约了正临时，搁互人假资料。目前本所已经锁定了犯嫌身份，是为一名诚信犯嫌。那目前本分取证权利的调阅监视器以及查缉中。店家已经无愿意搁加做回应，毋过惊吓的事件，互即个做5年才20多岁美容师讲，以后受男顾客拢会惊。虽然即个钱财无损失，毋过伊心内要平静，恐惊是无接近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